过几天就是5月20啊，今年2025年5月20的花季音袂输是爱你爱我，我爱你。这新北市民政局就表示讲，照英国经验来讲，今年2月14、3月14、5月20这3天，拢是登记结婚人数上界侪日子。为了要预防这户政人员作业塞车，建议若准备结婚的人会当提前3天来办结婚，日子有关设定伫咧5月20生效。2020年5月20迄天，虽然面对着疫情，不过因为花季的2020甲爱你爱你真我应，花季的520听起来嘛真像我爱你，真侪新人感觉真有意义，挂喙暗就去登记。根据内政部的统计，2020年5月20，拢总有6007对的新人去登记结婚。今年2025年也因为有我应，户政事务所预估应该有真侪对新人选择伫咧即天来登记结婚。比如说520结婚，然后说他要就是女孩子比较特别，说她想要一个什么宝宝啊。在520之后，我们才打算要结婚，就是时间到就可以看个日子 ，OK， 好记就 OK 了。新北市民政局指出，特等的2月14、3月14、5月20这3天，拢是上侪人登记结婚的日子。为着要消透520迄天结婚的人潮，避免结婚流程塞车，户政事务所也提醒民众会当提早3天去登记，只要用指定结婚生效日这项服务。虽然是提早办，不过结婚也是会当是520。结婚登记的前3个办公日，今年的话就是在15、16、19号。可以先来做结婚登记，那也可以指定5月20号为结婚登记的生效日，这样很方便啊。比如说，如果是当天有事不能去的话，我就可以提前先去登记。户政事务所除了鼓励新人会当办理提早登记结婚、指定生效日的服务以外，户政事务所也已经布置好背景，也会准备礼物送给新人，祝福新香炉、新地果双双对对，万年富贵。记者戴阿双、柯敏哲新北报道。